咁多位無論住香港、澳門、廣東省，同埋住喺世界各地講廣東話，又或者對廣東話有興趣嘅朋友，同你哋打聲招呼先。想各位諗下，我哋對廣東話呢個語言認識有幾多呢？因為由小學到中學，學校都未曾正式教過廣東話嘅，所以我會想喺嚟緊嘅影片裏面同大家深入了解廣東話呢種語言嘅。今集呢，我會由廣東話最基本嘅9個聲調開始先嘅。咁到底廣東話有邊9個聲調呢？其實嚴格嚟講，廣東話係有9聲6調嘅，即係話真正有高低音分別嘅聲調只係有6個，而另外3個聲係屬於入聲，係一個比較短啲嘅音嚟嘅。今集呢，我哋就唔會講呢3個聲住，我哋會集中講6個聲調先嘅。我哋都知道普通話有4個聲調，就係媽、馬、馬、媽。咁廣東話又有邊6個聲調呢？佢哋就係斯、屎、試、時、市、事。呢度就係廣東話嘅第1至6個聲調啦。呢6個聲調呢，係可以分成2部分嘅。比較高音嘅頭3個係屬於陰聲，比較低音嘅尾3個係屬於陽聲。相信大家都聽過平、上、去、入呢4個聲嘅，而入聲呢，我哋會留返下一集再講。今集我哋只會講平、上、去3個聲，而平、上、去3個聲呢，呢度已經係順序咁擺放咗嘅，平、上、去、平、上、去。所以第一聲陰平聲斯，第2聲陰上聲史，第3聲陰去聲思，第4聲陽平聲時，第5聲陽上聲市，第6聲陽去聲是。跟住我哋嚟個陰陽比較咯喎，陰平、陽平、斯、時；陰上、陽上、史、事；陰去、陽去、思、事。大家就可以好清楚咁樣比較到啦。屬於陰嗰部分係高音啲嘅，而屬於陽嗰部分呢，就係低音啲嘅。咁呢一度就係廣東話嘅6個聲調嘅講解啦。如果大家想繼續深入了解廣東話呢種語言呢，就記得訂閱呢個頻道咯喎。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或者唔使等下集嘅，我哋而家又再見面啦。其實廣東話6個聲調嘅例子，又點止係斯、史、事、時、事、事啊？其實同聲母、同韻母，而且6個聲調都齊全嘅音呢，仲有好多嘅。例如有依、以、意、宜、以、意；夫、婦、夫、婦、婦、婦；分、粉、分、份、粉、分；憂、有、憂、有、有、有；因、忍、因、人、忍、印。咁可能大家留意到呢個因、忍、印、人、引、印呢個例子呢，點解呢度係用一個子丑寅卯嗰個人，而唔用人類個人做例子呢？而呢一度係用宋太祖趙匡胤，又或者係雍正帝胤禛嘅嗰個胤嚟到做例子，而唔用懷孕嘅孕，咁樣唔係比較簡單啲咩？咁其實我想同大家講呢，呢度所俾嘅例子，無論喺廣東話又好，又或者係普通話又好，佢哋嘅聲母同埋韻母呢都係相同嘅。咁所以我係想俾一啲普通話做母語嘅一啲人
去了解廣東話嘅時候呢，會更加易上手。而另外仲想俾大家睇一啲嘅例子嘅，佢哋嘅普通話嘅聲母同韻母就唔一樣啦。不過喺廣東話上面呢，仍然都係同聲母同韻母，而且6個聲調都齊全嘅一啲音嚟嘅。例如有看、罕、看、寒、看、看、雙、想、相、常、上、上、衰、水、衰、誰、水、歲。呢度就係廣東話上面聲母韻母相同，而且6個聲調都齊全嘅一啲音啦。如果大家仲諗到多啲嘅例子，歡迎喺留言嗰度同大家分享下喎。好啦，我哋真係要下集再見啦〜